孙鹏和迪英独子孙安佐，虽然去年在美国闯下大祸，但他回台后复学，并转型当网红。先前孙鹏和迪英本来受邀至儿子所读的能人家商演讲，原定3月，不过似乎是因为演艺工作安排，讲座决定延期。好友屈中恒也透露，孙鹏应该会在下个礼拜回归录影。艺人屈中恒，鹏哥应该是下个礼拜我们就录影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下个礼拜回来，很期待孙鹏归队。好友兼节目搭档屈中恒听起来有些兴奋，虽然近期两人没联系，但透过工作人员得知，3月7日国光的3位主持人就要合体，这也是孙安佐去年3月在美国出事后，时隔1年，孙鹏终于要复出荧光幕。艺人屈中恒，他有什么身体不舒服？我目前是不知道，因为鹏哥一向身体都很乐观其成，很希望孙安佐越来越好。传出孙鹏亮红灯，屈中恒表示不清楚，但能归队主持，应该是身心都调整好了，也对于孙安佐能回到学校念书感到开心。而先前孙鹏和迪英本来受邀至儿子所读的能人家商演讲，原定3月，但可能因为演艺工作安排，讲座决定延期。戴着帽子、黑衣黑裤，没穿制服，看来相当显眼。这是刚回到校园的孙安佐，系主任透露，孙安佐配合度高，人缘也不错，除了课后健身，在学校上舞蹈课和体适能也都蛮勇于表现。走在街头，还被网络实境节目捕获。孙安佐 vs 网红黑男，握手，有没有够可爱？有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超萌的，你捏捏看他的手臂。我知道他母胎单身的孙安佐跟朋友在公馆吃东西，接受街头配对，大眼正妹有点神似周子瑜，两人玩公主抱，还交换联络方式，相约健身。网友笑说，还希望两人真的能有发展。